你有冇諗過，點解你已經擁有嘅一次，但內心仲係覺得唔夠？點解明明生活順利，但總係覺得好似缺少咗啲乜嘢？如果你而家40歲或以上，或者你開始懷疑自己過去嘅選擇，咁今日呢本書會改變你對人生下半場嘅睇法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係榮格心理學家 James Hollis 嘅經典之作《Finding Mean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Life》。呢本書唔係普通嘅自助書籍，佢係一本會令你徹夜難眠嘅書，因為佢會問你一啲你從來唔敢問自己嘅問題。第一部分，人生嘅兩個階段。Hollis 話俾我哋知，人生可以分成兩個階段。人生上半場，我哋忙住做乜嘢？搵工、賺錢、建立事業、組織家庭、買樓、追求社會認同。我哋不斷問自己，社會要我做乜嘢？我點樣先可以喺呢個世界生存？呢個階段，榮格稱之為運動員同戰士階段。我哋好似戰士咁，不斷向外征服，不斷獲取學歷、獲取地位、獲取財富。但係到咗人生下半場，一切都變咗。可能係一次離婚、一場大病，或者親人離世，又或者只係一種好靜嘅感覺。你發覺自己嘅成就變得空虛，物質再多都填唔滿內心嘅空洞，一種無法解釋嘅失落感慢慢湧現。第二部分，問題轉變。呢個時候，你人生嘅問題變咗，唔再係社會要我做乜嘢，而係我嘅靈魂要我做乜嘢；唔再係我點樣先可以成功，而係我存在嘅意義係乜嘢；唔再係我要獲取啲乜嘢，而係我要放低啲乜嘢。James Hollis 話，人生上半場係關於獲取嘅幻想，獲取自我力量、社會地位、財富，但人生下半場要求我哋放手，放低對地位嘅執住，放低虛假嘅身份認同，擁抱內在真正嘅價值。第三部分，痛苦嘅意義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會咁痛苦？ Hollis 嘅答案好震撼，痛苦係靈魂召喚你返嚟嘅方式。當你人生感到唔對路，唔係因為你失敗，而係因為你一直活喺別人寫好嘅劇本入面，你活喺父母嘅期望入面，社會嘅標準入面，朋友嘅眼光入面，但你從來冇活出真正嘅自己。痛苦係你嘅靈魂提醒你，你嘅人生太細，容唔落你嘅靈魂。第四部分，兩個核心任務。今人生下半場，我哋要做啲乜嘢？ Hollis 話有兩個核心任務：一、重建個人權威。乜嘢係個人權威？就係揾到屬於你自己嘅真理，並且喺世界入面活出嚟。唔係靠錢，唔係靠地位，唔係靠別人嘅認同，而係當你一個人嘅時候，你可以誠實咁話，呢個先係真正嘅我。呢個過程好唔容易，你可能會令身邊嘅人困惑，甚至驚慌。但當你真正活出自己，世界最終會尊重你。發展個人靈性唔係宗教，而係一種對生命意義嘅深層探索。你開始問，我存在嘅目的係乜嘢？我想留低啲乜嘢喺呢個世界？第五部分， James Hollis 嘅靈魂拷問。呢本書最震撼嘅部分係 Hollis 向你提出嘅一系列問題。我讀嘅時候，每一條問題都好似一把刀，直插心臟。你活緊邊個嘅人生？點解你要隱藏咁多？對別人隱藏，甚至對自己隱藏？點解你嘅人生好似係別人寫好嘅劇本，而你甚至冇被諮詢過？點解你而家嘅生活對你嘅靈魂嚟講太細？如果而家唔係時候回應靈魂嘅召喚，咁幾時先係？呢啲問題冇標準答案，但當你願意誠實面對，你會開始發現，原來你一直知道答案，只係你一直唔敢承認。第六部分，真實案例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故事。有個50歲嘅會計師，佢辭咗份穩定嘅工，決定做藝術家。佢放棄咗收入，放棄咗地位，放棄咗社會認同，去追尋一條唔確定嘅路。仲有一個90歲嘅男人，喺疫情期間，佢終於向女兒出軌。佢收埋呢個秘密超過60年，但喺90歲嗰年，佢決定活出真正嘅自己。呢啲唔係瘋狂。呢個係勇氣，呢個就係人生下半場嘅意義，揾到屬於你嘅真理，並且活出嚟。如果你而家感到迷失、空虛，或者覺得人生唔對路，我想同你講，呢個唔係你嘅錯，呢個係你嘅靈魂喺召喚你。James Hollis 話，我哋唔需要做大改變，大改變係有微細嘅調整累積而成。所以今日開始問自己一條問題：
我嘅靈魂想我做乜嘢？唔好急住答，靜靜咁坐低，聽下內心嘅聲音。可能你會發現，你一直都知道答案。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呢本書，記得去揾返《Finding Mean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Life》嚟睇。呢本書會改變你對人生下半場嘅睇法。多謝你睇到呢度。如果呢個影片令你有共鳴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留言話俾我知，你嘅靈魂而家召喚緊你做乜嘢。我哋下次再見。記住，人生下半場唔係衰退，而係重生。